大哥咧，我好佩服佢，記招、反應、出招、收手，全部都好快，完全唔係佢咁樣嘅身形嚟。最深刻入邊一場咧，最深頂嗰場我同已經打嗰場戲啊！我同京做對手，始終都其實都OK 嘅，因為始終佢係都好尊重我啦，同埋好似當我係前輩咁啦。咁啊，佢唔敢夾我嘅。我有時都，如果一唔小心啦，真係，會有啲 surprise 俾我咯。我同大哥咧係第三次合作，但係咧，終於咧呢次就有一場打。娱乐啪啪走，下集更精彩。